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咱来讲彰化地鹿港的天后宫，大家拢讲鹿港天后宫内底的妈祖婆是郑成功手下西龙大将军尾啊挖清朝西龙请来遮特别服侍的，所以讲历史真悠久。啊，鹿港天后宫内底吼，原来真侪连队，拢写起相当的好。国政今日捡两队啊出来，讲互所有咱遮观众朋友大家做参考。头一队咱来讲鹿港天后宫内底。连队写讲武德参天，树表含琴机性，河光配地，万邦强士以神。这两队顶下队安尼排起来，典故就是讲圣母的武德参天，所谓树表就是讲顶下宇宙中间，无论倒位啦，含琴机性，大家拢钦服天后宫妈祖娘娘，伊遮尔伟大，啊河光配地。万邦强士以神，讲伊遮尔大的功德，照顾万民，所以无论行去到倒位，妈祖婆拢受人诚意伫咧服侍。啊，过来第二队连队，咱过来甲听。典故讲圣德下夫，四海安宁，美德保平乐水。下句讲武艺足实，万家瞻拜，风如调用美酒。哇！实在讲，这对意思原来真好。典故讲圣德下夫，这个下就是讲远啦，远甲近吼。妈祖婆遮尔大的道德，拢会当管顾去到位。啊，四海安宁，因为天上圣庙遮尔啊慈悲嘛，毋是干那讲对着落水，就是讲鹿港地，有法度讲海不用波，毋是干那照顾鹿港地尔呢。啊，下句讲武艺足实。天上圣母娘娘遮尔伟大的风范，真正足值得咱来尊敬。同款万家瞻拜，这个瞻就是讲额头咧甲看，家家户户拢咧拜妈祖婆，额头三笑有神明，祈求妈祖婆护佑呢。啊，亲像什么款？仿佛亲像调用美酒，所以妈祖婆来到鹿港，保平乐水，照顾到鹿港地，啊伊。遮尔大汉，遮尔伟大，照顾万民，这种的心境，宛然就亲像讲，当初时，伊伫湄洲伫咧保庇遐个讨海渔民共款。啊，当然讲妈祖婆，咱原来讲一句俗语话，讲阿得神阿得人，